台湾今年逐当拢会推出评价的主题，今年价共是有100件，平均的价数是比实价登录阁俗8%哦。伫大多阁有无到10万的厝通买，也毋过最近受到央行第7波信用管制影响哦，以及毋若投资客会退场，想要捡小海买去嘛平平尔尔。今日起，伫台北松山区，这户瓦近捷运南京三民站相款的独栋的花下，款总的面积41平外，总价是2796万，大约是当地区晓行情市价的九五折。原来这是台湾金联公司所举办的一年一度评价主题的物件之一。我们有一部分是过去承受的这个不良债权的这个物件哈，那本身就价格比较低，从拍卖市场标购回来的物件也可以说比市价稍微要低一点。我们的人力成本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在里面，我们可以比这个所谓的市价稍微低一点。台湾金联回应讲，今年的评价主题物件计共有100件，每一平平均的单价是比去年同区段实价登录平均降价8%。以这回物件来讲，每一平单价上悬的物件是伫台北市内湖区瓦近内湖捷运站，每一平单价95.5万；每一平单价上低的物件是伫桃园龙潭，每一平单价大约是12.1万。不过，上户有咧欠钱的上班族，目睭一金的是伫台中汉口路的套房，300万就有走。业者是回应讲，虽然物件的价数比市价较低，不过受到中央银行第7波信用管制的影响，贷款的成数有限制，是对90天延长到120天。这些社区它可能过去会有一些法拍的物件，可能社区的住户背景上面会相对的差异性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因为它其实已经从法拍市场这一边被台湾金联这边整合完产权了，所以它不管是在产权还是在物况上面呢，其实都很干净。专家预计讲，受到中央银行管制措施的影响，目前市场观望的气氛真高，就算是评价的主体，除非物件是非常的突出，若无新购的状况，恐惊会呈现差不多维持，或者是小可降落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